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74个本土病例，有25人死亡，另外124万人 AZ 疫苗公布7大类民众会当注弹性。台北好心肝诊所违规生护志工注疫苗，台北市政府也要改罚200万，取消注疫苗合约。印尼市大楼传出入病死4个病所也验出确诊，目前大楼关工进行快筛，有11人快筛阳性。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讲到国内武汉肺炎的疫情，今仔日是增加275个病例，其中有1个是境外，274个是本土病例，而且有25个人死亡。那讲到注疫苗的部分，对后礼拜2开始就要注124万剂 AZ 疫苗啊。今后公布7大类的民众会当来注大先，这回身份的限制是有小可变动，咱也赶紧做回来关心。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升悬，礼拜3初9增加274例本土病例，其中以新北市162例上济，第二是台北市63例，桃园市15例，苗栗县12例。基隆市10例，彰化县甲南投县各3例，宜兰县2例，台南市、嘉义市、台中市甲新竹县各1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疫情算是平稳，不过提醒民众，过节人流唔通耍鱼，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特别还是要提醒端午假期这里面人流的移动现在已经减到很低，相对在减下来，那非常谢谢大家的配合。另外，也增加25例死亡病例，其中6人拢在确诊了后5天内死亡。根据指挥中心统计，5月11到6月7期间，296例死亡病例当中，有35个到医进前死亡，占11.8%。推估是新冠肺炎病情紧，地数温型快用死亡。隐形缺氧是最有可能导致这个不管年轻或者是年长者在家中因为缺氧而死亡的关系，而且这样的缺氧它通常是不会说有比较明显的前兆那常常都是在这个已经氧气浓度很低，症状很严重的时候呢，这时候再来紧急送医，可能就是时间已晚。下礼拜25，124万剂 AZ 疫苗要开始注，指挥中心公布7大类族群疫苗承做对象。第一类医院是医事人员甲集中检疫所非医事人员；第二类是中央甲地方政府重要官员、卫生防疫、海关救护人员等，各增加执行防疫工作的警察。第三类是国际航空机组员、防疫车队驾驶、防疫旅馆人员等。第四类是因为外交、公务出国者、代表国家出国运动员或者是选手。第五类是社福机构人员，增加西药剂患者。第六类是75岁以上老大人。第七类是军人、无执行防疫的警察、宪兵、运输甲长途业者、高中职以下教职员甲幼儿园托育人员。第7类这边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人员，它都还有一点先后的顺序，根据它的一个必要性，那现在请各主管单位，把它的一个必要性的先后的顺序把它列出来。但市长强调，除了第7类爱做册报指挥中心同意，其他对象应直接来做，也呼吁符合公费对象的人爱赶紧来做。所以会继续往下卡开放，民众是不是应选择疫苗抢牌？但市长表示，假使被列为疫苗注射对象，而且有真侪种疫苗应做的时阵，民众应选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头一批15万人的莫德纳疫苗，今仔开始开放予第一类高风险的医护人员去注。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先配送7万人出去，按算3天内就要甲注好了。会用另外直接把疫苗送到全国每一个专职病院，为保冷箱内底把疫苗提出来，将注意来清点。另外，因为莫德纳疫苗需要保存伫咧温度零下20度以下，医护人员是马上甲冰起来。另外，安排未注疫苗医护人员来遮注射。打过的这几个同仁来讲的话，目前可能时间还比较短暂，所以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注射完之后立即产生的副作用。当然，其他副作用就等到他们之后几个小时之后，或是1-2天之后，再看看他们的身体状况。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第一批配送的7万剂莫德纳疫苗，准备伫3天以内就会当注了。伊开始建议，予一寡照顾重症患者，个无适合来注 AZ 的医护人员先来注射。譬如说，他可能是有怀孕啊，或者是有血栓的一些风险的这些族群那可能这些人在医师判定以后认为他
可以再等一下莫德纳的疫苗。不过，进前有一寡医护人员是无要注 AZ， 就是想要等莫德纳疫苗。有学者分析，这两种的保护效果是差不多。AZ 疫苗第一剂的那个发烧这些疼痛的反应比较强，那莫德纳疫苗是第二剂的反应会比较强。看起来它保护效果都是在80%-90%左右，就看不出明显的差别。另外，学者表示，英国有研究发现，男咧拍有较悬的比例来出现着发烧等等，常常看会到的不良反应，不过并无严重的不良反应。西班牙有研究显示，先来注 AZ， 再来拍 BNT， 比敢若注一档的 AZ 有较悬的中和抗体保护效果。那发现说，先打 AZ 载体的疫苗，然后再打这个第二剂的 BNT 疫苗，可以较第一剂只打 AZ 疫苗的人有较高的综合抗体保护效力。那这研究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疫苗混打是有可能的。包括着这第一批配送的7万剂，今麦过来已经取得15万剂的莫德纳疫苗。总人想嘛透露也是顺利，6月底还有2批莫德纳疫苗会来到货，可能拢是10外万剂的小量来进口。记者张志勇、林志坚台北报道。讲到疫苗的数量，伫咱台湾依然是真不足的。不过，台北市的好心肝诊所竟然予一般民众来做。台北市政府调查了后，发现讲好心肝诊所竟然违规先予志工做疫苗。市政府也决定要甲诊所罚200万，而且取消做疫苗合约。市长郭文德也承认错误，认为这是内部管理出问题，也会甲相关人员移送政风处调查。打出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记录卡，顶悬阁有印好心肝诊所的印仔。经立委林静怡指出，台北市中正区的好心肝诊所替介侪人做疫苗，要求政府调查台北市疫苗流向，敢有毋是第1类到第3类的人违规抢代先做新冠肺炎的预防针。简单讲，这个问题就是你台北市卫生局，你到底有照册无？到底有照规矩来做无？本来若伫咱咧讲卫生局的局长讲的讲，所有的疫苗拢是为病医分的。啊，若拢为病医分呢？啊，若有诊所出来？是你病医拍袂了，拜托诊所吗？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讲，本疫苗到诊所确实有按照规定，不过规定爱予第1类到第3类的人员来先做。即马调查了后，发现诊所6月初7摕到第1批疫苗15罐，有用伫172个好心肝诊所甲好心肝基金会志工身上。6月初8阁摕到100罐，嘛用伫相关诊所甲基金会，总共1113个志工身上。外网上面是5月10几号公布的时候是没有，但是我们再去跟他询问，他说6月2号他是他的合约医疗验所。今天早上稽查的结果，显然在我们要求他们依照第1类到第3类的医事人员，有一大部分是不符合相关规范的，所以我们今天会处以最高罚款200万元。本来是希望他们能够做预约的合约诊所，这个资格我们也把它取消。林静怡这期好心肝诊所的员工100多人，但是因是做了1000多人，这期诊所的职工哪有遐尼济？黄珊珊讲，台北市政府的内部相关人员无对诊所提出疫苗的需求进一步了解甲调查，这个行为是可能违法，会送警方调查。记者郭碧根、郑派文台北报道。讲到一电视大楼初七发生一位摄影师死伫咧便所医馆，经过检验确定这位死者是一个确诊者。台北市政府也随派快筛队去到现场，甲电视台员工进行快筛。到今下晡4点之前，已经快筛166个人，其中有11个人快筛阳性，2个人是核酸检测阴性的。电视台员工伫等待快速检查结果，若是看到个记名，代表是阴性；若无就要接到防疫专家送病院。台北市内偶尔一电视大楼初七爆出一个摄影师伫便所向死去，初八 PCR 检测结果是阳性确诊。一电视赶紧协调台北市府初九设置快速检查站，为全体同仁来进行检查，已经做测160多人，超过10人是阳性。送医等待 PCR 检测结果，有员工宣布好消息，家己 PCR 结果是阴性。先以他们的红区，也就是说跟这位同事有工作关系的人，还有他工作的楼层，还有工作的那个建筑，那可能他们有好几栋嘛，那我们先以最红的地方，红区，然后黄区，然后绿区。高公化学兵是来到办公室加强消毒。黄珊珊到现场视察，讲采分区快速检查，希望摄影师工作大楼被列做红区，另外一栋是黄区。伊坦白讲，若是红区检查状况无好，会对黄区进行检查。另外有员工指出，公司拄开始讲，这个摄影师有爱啉酒的习惯，顶礼拜拢请假，也无相关的症状。清洁阿姨早上去打扫的时候敲门都没有，就是看到里面有人，然后可是敲门都没有反应，然后他就请工读生。然后去摇
员工讲，只有迄天上班的同仁才知影有人伫便所雄死去，一个工读生也接触过死者。一段时间会批评公司资讯无透明，包含环境消毒、动线管理、人员分流、防护设备拢做无够，要求公司成立应变小组，爱纳入工会代表。而这位往生的刘姓的同仁呢，也会固定在那边抽烟。他抽烟的时候，会有苹果日报大楼的人会来，所以呢，你说隔壁的大楼会不会受影响？当然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除了在我们公司活动之外，他也会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去买东西。工会建议应该和人群大楼人员进行普遍检查。而 NCC 甲电视台列入第4级警戒时，有关必须出勤的重要基础行业。工会认为 ，NCC 应该派专家和媒体业指引，而媒体从业人员应该纳入疫苗优先注射顺序。记者综合报道。苗栗的科技厂当日发生群组感染事件，想袂到竟然有新竹市的中人业者私底下甲32位的移工安排去住一般的旅馆。这32位移工内面竟然有6个人确诊，市政府也甲中人业者罚100万。另外，新竹市政府也伫咧香山式快筛站提供新竹苗栗的民众来做快筛。旅馆的柜台头前，真侪移工等要来住。苗栗科技厂爆发互相烧话，有人力中介公司甲出现确诊者移工宿舍内底，斗阵带其他32名移工安排住伫一般的旅馆内底。旅馆的业者完全毋知影移工的身份。初4甲初5大礼拜期间，增加6个人阳性确诊。新竹市政府要对人力中介公司单罚100万块。高风险的这个移工，擅自送到我们本市一般型的旅馆那现在我们因这个案情严重，所以我们给予重罚100万而人力公司是法院案，讲这住伫一般旅馆的移工是自主隔离，大进程并无互政府包含在名单中。新竹市府表示，6名确诊移工送集中检疫所，2人快速检查阳性，安伫加强版的防疫旅馆，其他阴性的移工送往防疫旅馆自主隔离。这间旅馆已经展开消毒，市府安排9名旅馆的员工隔离检查。麻烦您把口罩拉到露出鼻子，好，45度，好，放轻松哦。那么香山社区筛检站，这已经是我们第3座的社区筛检站唯有透过更多的这一个筛检站，将确诊者找出来。苗栗科技厂烧话一直拖，为着强化防疫，西到新竹市甲自治基金会在位伫新竹苗栗边界南爱路上新增设香山社区快速检查站，开放予新竹甲苗栗2个所在民众有约采检，有过一天检查量上悬达到100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有真侪间科技公司发生群组感染事件，初到县政府搁再公布增加12例，其中10例是京关电子、地邦含超风也有1例。县长徐耀昌表示，会加强移工管理，避免变做是防疫空棚。不过指挥中心要提醒苗栗县，就要遵照3级警戒标准来执行。另外，伫彰化含南投，今仔日拢增加3例，台中的部分是增加1例。工作人员全身穿隔离衫，对苗栗景顶德联厂的员工快筛。苗栗县府初到下晡公布增加12例确诊，兴源电子就有10例，超丰电子甲地邦也各1例，因为也是集中伫移工群组。县长徐耀昌表示，会加强移工管理。很多的看护工把长辈、不良医生等等的轮椅推到一个定点，让老人家去晒太阳，那他们呢就群聚。我们这个不得不为之的作为啊，也是遵照中央他们的防疫的一个新生活规定然后希望这些疫情不要扩散。苗栗县府也祭出移工管制令，不是上班时间以外禁止出外，敢若是初八过厝地交行，不过指挥中心看法无同，呼吁县府爱是回归3级警戒标准来做。不管是外籍的员工还是国人，在台湾都是一样非必要的部分就不要外出这个是一致性的。南投县初到也增加3例确诊，拢是东方红阳性冠确诊者的家属。原本3人初八居家隔离期满，按过自采 PCR 检测，各由阴转阳，全部确诊。5450到这边去消费，然后造成他家里的一个群聚，后续的一个群聚感染的一个事件。中法官也增加3例，除了换笑团保连增加1人，养护中心群组案当中，1名看护出院了后也确诊，也有1个是伫专职病房照顾确诊者护理师，感染源往爱国调查。医院群聚出院之后回溯采检，有一位看护发病了，
那另外就新年新增加一个医护人员，目前还在疫调。台中市搁增加一个是两者家族群聚案当中的爸爸，不过也新增加一个确诊者死亡案例，另外传出有名皇家商款一名商场总干事形成死亡，初步检测结果是阴性，不过也和周围的居民是真紧张。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去到立法院备询，是第2届来向全国民众会师的。另外，有哪也立委问到讲，国产的疫苗哪阵开始做？国产疫苗恐惊是无法度受到国际认证。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讲，这是有可能的，会先提醒民众。我对于任何生命的消逝都觉得很遗憾，尤其国人同胞在这一次受疫情这样影响，我们政府没有100%照顾好，这是政府觉得非常对不起的地方。本土疫情持续严重，死亡的人数破300个。初考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备询，第2遍甲国人会师的。那也立委蒋万安关心国产疫苗做了后，未来恐惊面临无获国际认证的风险。但是中坦白讲，这有可能会先提醒民众。国产疫苗如果开始施打，没有办法及时的得到国际认证，这样的可能跟风险有，当然有。那怎么办？政府的因应方案是什么？如果在使用这些东西，我们会提醒民众，就是在目前来讲，这个疫苗作为在世界上所一个相关的一个 status。外界也有质疑的声音，认为本土疫情大爆发是因为放令航空人员3+11的检疫规定。那也立委罗斯宝批评，陈时中应该爱为这件代志落台负责。陈时中表示会为政策负责，也说明3+11去年已经施行1年，今年更加强需要采检阴性的规定，更加严格。陈时中部长，你自己下的决定，你要负最大责任。我要负责哈。对，所以什么叫负责？中官的负责就是下台呀。政策当然是我负责了哈，那其他也不是委员叫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了。苏贞昌表示，15万剂莫德纳疫苗测备地区20度完成封签，初考开始优先分配予新冠肺炎专责病院第一线人员。指挥中心依照顺序造册配发疫苗，呼吁各地政府严格管制，符合资格民众爱赶紧做。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基隆的成功市场，搁再增加5个人确诊。市长林佑昌是搁再呼吁大头仔，着爱挂手笼、挂水暗，也着爱使用面罩。民众也袂当用手去摸肉品，也因为有一个确诊者会去仁爱市场做生意，仁爱市场对今暗时开始，也着爱休困到6月24。立法院所在打着停业的广告，贵人成功市场的大头感染扩大，初到贵人新增加10例确诊，5例拢是来自成功市场，包含2名卖猪肉、2名卖鸡肉，还佫1个卖水果的大头，其中1个要伫仁爱市场来营业。贵人市也要求仁爱市场对初到暗时6点开始休市到24，所有大头爱进行自主的清洁消毒。成功市场延长休市到6月23号的0时。接下来，我们也会针对所有仁爱市场的摊商进行全面的 PCR 核酸的一个检测。贵人到即阵总计病例超过200例，成功市场有9名的大头去围到，市长林佑昌呼吁各界应该严正面对市场防疫的工作。所有大头拢爱挂面罩，虽然也阁有戴手套。另外，民众伫采买时阵袂使用手去卡摸到这新鲜的肉品。我们乐区的县市应该考量针对生鲜市场的摊商，进行重点式的这个广筛。那第二个是全国的生鲜市场的摊商，是不是应该采取双罩一套的高规格的防护措施？另外，贵人庙口夜市对5月中开始停业，自来水公司也伫换管线，已经进入收费阶段，正进行地方的修复，预计这礼拜完成，15月再恢复营业。管委会表示，复业了后，包括人流分流、新夜市、量体温这依然按照规定来做。不过，因为夜市出入口多，甲市场的性质无啥同，详细执行的情形也甲市府来建议。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咧新北市中和有一间一宣厂发生移工群聚感染事件，进伫咧中和也有另外一间做纸片的公司也发生群聚感染，有一个台湾人加11个移工来确诊，目前拢先送到一中检疫所去隔离，其他人员目前检验拢是阴性的。
在中和的一间抓骗公司爆发群组感染，本国籍厂长拿后无数次去快筛，测到PCR阳性确诊，因为厂长负责管理移工相关印刷工作。测试公司带12名越南籍移工快筛采检，5人出现阳性，测被接到 PCR 检测结果报告11人确诊。剩下的11名阴性移工，公司安排进行居家隔离。那公司已在6月7号停工。我们123楼的人员是尽量不流动的，但是因为移工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几乎是会重叠，是变成都是密集接触者，所以我们就把123楼的移工现在目前是全部都让他们停工隔离。6月9号到6月22号。本国籍厂长找了确诊了后隔工，印刷厂马上停工。抓骗公司所在大楼总共有9楼，共同其他公司是怨叹抓骗公司封锁消息，让大家是真惊吓。你公司的移工，还有你公司里面的员工，全部做完筛检之后，才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确诊。9楼也是仓库啊，就在我公司对面啊。每天移工从1楼电梯上下，1楼、9楼、3楼、2楼这样搬。因为高级栋大楼内底还有养护中心，核数确诊者捌伫无共款楼层来耍鱼，恐惊引爆另外一波群组感染。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本土病例部分，犹原是新北市上介济，有162例。新北市长一个校友记也讲，拢是因为5月2日进前中央系统特车连续16天校正回归，害地方政府无法度掌握疫情，才无法度甲疫情压落来。另外，校友记也要求讲，有请移工的企业若着爱进行一个分流的措施，掠到3届无改善，就要求企业停工。新北市初9新增加162例本土个案，也是全台湾上济，总确诊数达到5175例。新北市疫情严重，校友记分析，台北万甲爆发疫情了后，5月15开始伫新北市断开，也因为5月2日进前中央的系统塞车，连续16天校正回归，地方无法度开始掌握到消息，也甲扩大科例隔离，才无法度压制，这是疫情断开的关键因素。甚至校正回归，有的长达7天、6天，都有这种状况出现。所以在这种状况出现，这个传播链不晓得传多久，传到其他地区去。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跟挑战。新北市小连续出现移工确诊，市政府3天来快速轰炸109间有移工的企业，发现有30间无安排同一个住宿地点，移工工作场所分流，21间无落实移工出外资讯，9间无落实宿舍管理。校友义工安尼做会处分。我们限3字里面改善，如果没有改善，一定会处以重罚，最严重就是停工。控制疫情，都要找出无镜头感染者。校友记呼吁市民出来体检，测被找到46例确诊者，到目前为止，拢总有887例。根据统计，新北市确诊者有16.83%是这场感染着。为了防止企业内部疫情升温，推动安心企业快速体检计划，伫土城的红海也成为企业快速体检的头一例。校友记原来前往视察，只要企业有心要做。那基本上利用现有的工厂、现有的厂房，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筛检站，所以快筛企业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为快筛汽车采买、采检到隔离，市政府提供一条龙的服务，要防止病毒伫企业传开。中央配合予新北市9800剂莫德纳疫苗，测试先到5700剂，后续还阁有4100剂。校友义坦白讲，这绝对无够新北市第1、第2、第3类来做。希望中央协配疫苗会当用战略思考来部署，优先配发予双北高风险的族群，亲像长照机构、西药剂的患者，也甲75岁以上的长辈。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伫今仔日有增加15个人确诊，这内面有一个家庭内面5个人染病。伫咧旧三工厂移工群组感染案是搁再增加一个人确诊咯。桃园贵今仔开始也针对着移工进行快筛。市长郑文灿表示，除了找病院诊所去到工厂做快筛以外，也会伫工业区附近设13个快筛站。行销继续进行，确诊行踪有邮局市场大卖场，还有面包店。桃园初9增加15例本土确诊个案，其中一家5个人确诊。检判是嫁到新北查某囝将囡仔互外头厝斗3共带。新北厝内已经3人确诊，属于跨县市家庭感染。另外，龟山一间工厂移工群组感染案增加一个确诊案例。
移工确诊，连这个11841总共有17位，那17位里面越南籍有7位，印尼籍有10位。工厂内底设采检亭甲采检屏风，台达电子厂内底有1500个外籍移工，加上分散上班的本国籍劳工，总共6000人。初九由医师工会到场快筛，加做桃园企业快筛第一例。市府表示，现场快筛阳性会马上做 PCR 检测。如果快筛阳性，我们会立刻做 PCR 的检测。如果还是阳性，我们就会送集中检疫所或者是检疫旅馆。市长郑文灿视察企业快筛表示，疫情期间企业要维持营运，要采取预防性措施。市府除了配合病院诊所到工厂快筛以外，也在工业区附近设13个联合快筛站，协助工业园区移工体检，建立移工的防线。桃园外籍移工是全台湾第一名，雇用外籍移工的工厂非常的多，单雇用100人以上，就有141家。那因此推动企业快筛确实有必要性。另外，新社扩大专区企业快筛，郑文灿表示，同时产业移工有96000多个，且向事业单位有6500间，20人以上移工宿舍超过800个。目前先将移工个案计划做完，佮参考成行率、阳性率指标做分析。若需要扩大，就会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东南亚疫情继续一个关卡，越南也因为疫苗数量是真欠缺，越南政府也呼吁民众就要捐钱做疫苗基金。那讲到泰国的部分，因是有摕到 AZ 疫苗的生产授权，不过这个制造商也归王室所有，无情无法度准时生产，也引起民众质疑。那看到马来西亚的是推动这个行动的疫苗站，因会去到人济所在，甲民众注疫苗。手机啊收到的简讯，毋是叫民众去注疫苗，是催捐钱予 COVID-19 疫苗基金。人口约近1亿的越南，敢若1%的人完成预防注射。即马新一波疫情真严重，政府所编的预算无到买1.5亿支，予全國70人住，所以只好傳簡訊呼籲觀眾捐錢。Tôi không chắc chắn rằng số tiền mà tôi và mọi người ủng hộ sẽ được sử dụng cho mục đích duy nhất là mua vaccine và tiêm cho toàn dân. 泰王瓦吉拉隆功的暹罗生物科学集团今年1月，甲英国制药厂阿斯特捷利康签约，转移新冠疫苗生产技術，一定提供國內6成疫苗。不過最近供應延期，致使到部分病院公告延後注射。泰國民眾是懷疑這經驗不足的公司敢有法度生產疫苗。上百人坐咧等叫號注疫苗。馬來西亞疫情嚴重，當局除了增設大型疫苗注射站，即馬伫首都吉隆坡的街路，也會當看到行動疫苗站。這是由卡車所蓋，開去人較濟所在，替行動不便也甲特定社區的住戶服務。I think the service of the mobile truck will be faster the process of vaccinations because it can more flexible. 南韓國土交通部也甲文化體育觀光部公布新版的旅遊氣泡方案，頭一批名單包含台灣、新加坡甲泰國這些所在。目前規劃入境的人必須愛有陰性報告，也甲注射證明。入境了後 PCR 檢測陰性，就會當開始觀光活動。若是具體方案細節，也有待進一步協商。公司新聞王必文編譯。有真濟國家注疫苗注射了後，真正要放零限制咯。親像法國要開放5個場所加室內用餐，看到美國紐約的部分是當咧實行所謂疫苗護照，也調整100個國家地區旅遊檢疫等級，歡迎世界各國的遊客入境，帶動觀光經濟。法國巴黎的街仔路人潮來去，餐廳戶外座位攏坐滿食物件的人。全球疫苗愈來愈普及了後，各國開始解除防疫甲入境的限制。法國為當地初九開始開放已經注2劑疫苗，而且檢疫結果正做陰性的遊客入境，希望觀光經濟當好起來。Donc nous on estime qu'on aura un été probablement avec un peu d'espoir, on finisse autour de 5 millions de visiteurs. D'habitude en année normale comme 2019 on en fait 10 millions et une année comme 2020 on en a fait 2 millions.
法国中心开放室内的用餐空间放宽了宵禁的时间到暗时11点，就连高楼场所像迪士尼乐园嘛，为着要伫2日恢复营业，互员工赶紧检验安全设施、整理环境。伫美国纽约，为着避免出现假的主疫苗证明书，开放办理所谓的疫苗护照，方便民众旅游，也是用伫需要进入场所的证明。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万人登记申请。All venues have the option of going to 100% capacity for fully vaccinated people. 虽然疫苗护照和用餐也是进入室内场所的消费者真安心，也毋过福州甲德州煞反对疫苗护照，要求若是企业爱员工申请疫苗护照，企业资方都无法度甲得到甲政府合作的契约。暂时，美国 CDC 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已经放宽了包括日本等110个国家地区的旅游紧急登记。针对台湾的警示，有关无改变，维持伫第3级。公司新闻电视唐平益。为着要对抗中国，美国参议院初步通过创新竞争法案，希望会当强化美国的科技实力，也加强半导体产业发展。另外，拜登政府伫初步也发表供应链计划，确保美国的药品甲晶片供应链是稳定的，帮助因疫情过后的经济活动。Bill is passed. 美国参议院初步以68票支持、32票反对，通过投资总额达到2500亿美金的2021年美国创新甲竞争法。这项法案的计划有1400亿遐尼高，内容包含授权大约1900亿美金，强化美国的技术研究，再搁批准另外540亿美金，用伫半导体甲电信设备的研发生产，希望会使加速来扭开中美科技间的差距。As a percentage of GDP, we spend less than half as much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basic research. We rely on foreign nations to supply critical technologies that we invented, like semiconductors. Let me say that again. This bill could be the turning point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美国商务部强调，540亿美金用在美国兴建7座到10座的半导体工厂，在疫情冲击之下，晶片是真欠缺，也凸显全球供应链相集中的问题。这项法案上主要是强化美国制造商的实力，并且吸引外国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除了半导体以外，法案预算也包含改革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美国能源部甲航太总署 NASA 相关的研究经费。这个法案会送到众议院来表决，通过了后由总统拜登来签署生效。初步在参议院68张的赞成票内底，也包含19位共和党的议员，也支持民主党的这个提案。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strike a blow. On behalf of answering the unfair competition that we are seeing from Communist China. 伫这时阵，拜登政府也在初步发表250页的百日供应链评估报告，会多方面来确保药品、微晶片这重要产品的供应链安全无问题。拜登政府会成立一个因应最近供应链困难的联邦跨部会任务小组，由商务部、运输部甲农业部来主导。主要要注意是在公司实际并行的领域，亲像是兴建、营造、半导体、运输甲粮食，来稳住美国疫情了后经济复苏的脚步。报告也认为，美国必须甲盟友来合作，摕到电动车金属。公视新闻郑婉琴编译。今仔日的 AM 新闻有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人数。今仔日是增加274个本土病例，死亡病例有25人。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有162例是上介济，另外台北市是63例，桃园有15例，苗栗有12例，嘉南有10例，彰化县和南投县是3例，宜兰县有2例。台南嘉义市、台中市、新竹县拢是1例。目前咱全台湾计共有11968例啊，本土病例部分有10766例，死亡的人数有333人死亡。讲到最近有人风声讲因使用特权伫咧注疫苗，也引起正人议论。民进党主席也就是总统蔡英文，今仔日特别利用民进党中常会施政会议的机会，呼吁地方政府就要遵照着这个疫苗名单来注疫苗。我要强调，中央明定的接种顺序是经过专家讨论、考量公共卫生和维持社会稳定需求的结果。也要请我们执行单位，包括地方政府确实依照顺序
有效率的来施打。那我们是执政党，更要做表率，请大家在地方宣导，依序施打，轮到你再去打。讲到国产疫苗部分，总统蔡英文是搁再强调讲，安全有效是疫苗上市的基本条件，也爱尊重科学证据，有偌济证据讲偌济话，这毋若是政府的责任，也希望社会大众拢爱有这款的态度。讲到这个疫情当咧大关卡，台南市伫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一位阿嬷疼孙开车去台北，甲囡仔接倒转来台南，想袂到自安尼生就来染病咯。台南市政府是搁再呼吁讲，五日节连假上好是莫转来，若阵一定爱转来，就要主动去做快筛。指挥中心也讲，车票有真侪人去退票，感谢民众配合。还有各位媒体先进哈。初九下晡的疫情记者会，台南市长黄伟哲面色沉重，看南部几个县市拢无病例，台南煞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一个台南的阿嬷5月2日开车到新北，甲8个月查某孙带转来照顾，原本人无爽快，前529确诊，即马孙仔甲阿嬷也拢感染着。标准的北孙南送，台北的阿嬷传给孙子，孙子又传给台南的阿嬷，这个部分，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一直要呼吁。返乡暂缓的一个原因。好佳在阿嬷接孙仔转来了后，除了就医无出去，不过环保局也是派人伫附近做清洁消毒。市长黄伟哲也呼吁回乡的人主动做体检，也请林里长协助考劝，让做民众体检是阳性，市政府会提拨加户联防津贴，互你办公处做防疫的费用。有效踮厝就好啊，大家踮厝，莫安尼走来走去，莫搁再安尼传染，安尼足恐怖。各界持续呼吁南北人莫惊大，所来的5日节连假，搁开始真大的挑战。疫情指挥中心也感谢民众共同防疫，几了便呼吁了后，相替真侪人退票。高铁的部分，统计那4天连假，大概在4万2左右。那台铁的部分呢，持续已经降低到2万7左右所以相对于昨天来讲，都还是持续有一些退票的状况。南北以外县市持续有个案，因为甲北部亲友接触，致使着家庭甚至是家族感染着。和指挥中心也甲各地方政府一直呼吁，希望民众这段期间尽量用通讯来代替消毒面，最好自我防护，这是保护亲人上好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联合病院阳明院区有急诊室的医护人员甲病人插管的时阵，去染着病，伫咧找被确诊。就医生表示讲，就算规身躯拢穿防护衫，伫咧甲病人插管的时阵，依然是风险上介悬的。急诊室的门口严格管制，到6月15进前，除了新冠肺炎的治疗和采检，其他的服务拢暂停，因为前一天有几万名医护确诊。台北市联合病院阳明院区急诊室。初期收一位对119转送的确诊个案，当初时状况真危急，而且加护病房也落满，医护人员紧急插管，因安尼互病人喂着。在插管过程中，造成部分医护人员受到感染，阳明院区立即启动高规格的防护，匡列相关人员裁剪，并加强急诊室大规模环境清消作业。医护人员拢已经穿规束的防护装备，刷油源感染。时常伫阳明急诊室当值，但是当日无伫遐的主治医师所一方指出，这位病人给费用，而且迄当阵有喷出喙瘾，费用也一直救袂起来，病人一直喘气，互插管的难度更较悬。他会很用力，当你在帮他插管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力的咳嗽或呼吸，他可能就比较多的分泌物会喷出来，他配合度也会比较差。医师苏一峰也呼吁社会支持医护，绝对毋是无细剂才感染，是急诊无参像专职病房采检分开，医护拢着爱面对毋知影的高风险。第一线的战士没有不挨子弹的啦，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啦。那被感染的人呢，不代表他就是轻忽而不小心，反而被感染的这群人呢，就是因为他们插了最多支的管，他们照顾了最多的这些阳性的病人，所以才最有机会被感染。所以呢，被感染的人呢，其实他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冲在最前面、最尽心尽力的这群人。阳明院区是台北市联合病院伫中校、仁爱、和平、尚德、昆明防治中心了后，佮别处有医护确诊。也有人指出，有医生发烧佮继续看病。台北市联合病院的院长黄胜坚讲，虽然无接到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认为这无啥可能。医师拢会自主管理，发烧就无可能入来病院。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有咧落雨，南投日月潭的水位也渐渐的增加。为着卖互民众来遮看风景，造成防疫工棚，管理处也讲会甲伊达扫把头封起来。另外，伫屏东的马家乡也游客伫咧活动中心泡茶，甚至有民众一个人伫外口热扫无挂嘴安，即寡行为警方拢甲依法甲因开单稽发。工作人员大告示，码头的引桥也封起来。进前因为欠水严重，日月潭4大码头已经封3个。即摆因为疫情，连未开放的伊达扫码头也封起来。仍然维持一个3级警戒的状况哈，然后也因为目前的日月潭的水位仍处于这个相对的比较低的状况，即日起来封闭这个伊达扫码头。实际来到伊达扫，虽然水位渐渐回升，也毋过引桥甲码头管价也是差真济。经过水利署的资料，截至初9的有效跳水率已经回升到55%，水位来到740.72公尺。也因为安尼，最近常常有民众来这看水位也较翕相。刷来还佫5日节连假，烦恼又佫有一波群聚高峰。上个礼拜6日啊，就有比较多的游客进来，但是现在还是在防疫期间啊。我们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到处跑。如果从外地来，万华是哪里就传染就给所有人了。目前伊达扫码头4周围的店头真侪已经自主停业。南投县游艇工会也表示，疫情维持3级警戒，也无法度接客，才会发文要求日管处封起来。也来伫屏东的马家乡，原来有游客进入马家乡的管制区，伫旧马家活动中心泡茶，佫毋挂喙安，村民只有甲警方检举。疫情期间应尽量避免人流移动、病毒散播。另外，警方落线时阵，佫看到一个70岁生出来的山友，也无挂喙安。虽然敢若伊家己一个，不过警方也是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依法。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警察局中和分局的交通分队伫5月底有人员确诊，其他员警经过隔离了后，昨日登去上班，一登去就随协助民众，甲一位见到被转过的民众送到病院，好交代民众是无生命危险。学长，我们这里有一位昏迷的男生，等一下我们再抢救他。员警为昏迷民众做 CPR， 这10个人七八暗时食饭完的时阵，无细致见到都伫涂骹无喘气。中和警分局安平所员警赶到现场，因为防疫期间救护人员真无行，因为人命关天真要紧，员警马上为伊做急救。据案发到员警到场经过了10分钟，且已拨打119救护，员警只能先行施以 CPR， 等待救护人员的到场，并安抚现场民众的情绪。虽然救护人员到场接手，将这10个人送医急救，总算恢复喘气心跳，顺利挽回一命。所幸当时及时处理，故到院经抢救已恢复生命迹象。是我们解除隔离后的第一个任务。事实上，中和分局交通分队2名员警5月底确诊，其他队员甲安平派出所员警检测了后全部是阴性。2单位员警伫结束居家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了后，找到中会工作。尤其安平所的员警七八登去所内整理，都出勤抢救见到民众，得到大家学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大学指考受到疫情影响，延后到7月28、29、30。大学考分会下晡也公布新的作业时间，8月16成绩的公布，8月31的放榜。精选试题或者是本来指标定期分发，台北市建国中学今年高三将近6成学生报名指考，原本7月初3到初5考完就应休热，所以因为本土疫情降未落来，7月28到30才能考试。鼓励他们好好这个准备了。那老师部分，他们如果有问题的话，也都会有那种线上啊，可以让老师咨询这样。建中校长齐建功表示，会鼓励学生好好把握时间，照成绩公布，会辅导分析落点。指考第一摆延后办理，考试分发相关作业会对立调整，考分会伫初9公布。8月16日，甲个人成绩单公布汇流了后名额，上加定期标准加做学成绩人格统计。8月31日公布录取名单。拿到成绩以后，都压缩1天，赶在8月底之前放榜啊！各大学才有办法在9月中旬开学。大学爱用新生资料，排选课也有排宿舍，至少爱3礼拜准备。大学新生入学期程确定受影响，旧生是不是如期开学？各大学最近爱定限上教育部备查。我们如果开学延后，
一定会全部不管新旧生都延后，让学校能够完成我们的准备。大科大甲大师大组成的台湾大学系统新学年，升中开学日提前到9月7日。大教务长丁时东表示，大有40%学生来自指考，新生开学一定会延后，不过延后偌久，要甲大师大甲大科大讨论，按算15定限。记者综合报道。目前高中以下学校到当时停课1个月，着民间团体去调查发现讲，大部分的囡仔拢是家长休困伫咧厝里甲因带，若准是不都上班过来顾囡仔，家庭无经济收入，最近的生活是真歹过。3、2、1。1年仔的陈同学伫厝内底进行体育自学的课程，5岁妹妹和3岁弟弟做伙对咧叮当骹手。停课以来，张小姐和因翁就安排无共去上班，轮流伫厝顾囡仔、顾课业。开始会缠着跟我们说：“妈妈，我要做什么？陪我玩什么的。”大概1个多月来，其实也慢慢跟小朋友有相处一个模式在。对，其实我们也慢慢习惯居家办公。翁仔某分工真顺利，目前经济无受到影响。张小姐感觉好佳哉，全国停课对家己的家庭也无上大的冲击，不过也看到有朋友更加真辛苦，蛮多都是必须要请那个防疫照顾假，对，就一直请下去。那防疫照顾假其实也是大家也知道是不给薪，是看公司的。张家明公布停课了后的2礼拜，4005位家长的问卷指出，有强要60成的家长伫厝顾囝，停课搁得爱烦恼经济。也若医疗防疫人员，因无法度互因的囝儿有够的学习支持。34%的囡仔需要学习指导，偏向弱势，伫设备和网络资源犹原是真欠。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菜市仔，目前因为疫情关系，实行身份证分流政策管制人数。不过5大果菜市场却拢无伫咧管制。农业局对今仔开始也要求讲，果菜市场也要按照身份证号码来进行分流管制人数。透早伫凤山果菜市场门口，想要买菜的民众，就要排队量体温登记，这是上基本的管制。疫情影响，凤山果菜市场逐工要是袂少人，大卖业者甲送货人员来去，为着提悬防疫，即马开始果菜市场嘛要比较身份证分流。好啊，安怎讲？哈，人个较袂啊拥挤啊。这事实上大家拢了解啦，对啦，拢会接受啦。OK 啊，但是要分好啊，要不然我们不知道进去要从哪里出来啊。英国凤山果菜市场一天上济会有12000多人，即马逐工差不多700-8千人，落3-4成。不过农业局也是要求全市5个果菜市场爱管制人数，除了一般的民众爱分流。大卖业者、甲员工，阁有送货，拢爱挂证件，才会当入来。阮遮可能爱做迄个偶数含技术，因这迄个采买人员，你个爱遵照安尼。虽然不是传统市场，阮这 PY 市场，不过阮为后咧，算今仔日开始宣导到后礼拜，阮个爱正式实施啊。那市场加强管制，市府推出的高雄好家在外送服务，即马嘛宣布有10个市场夜市加入。透过 LifeSpa 的平台找到你要的市场跟夜市，那接下来就进行订购。市府表示，民众透过高雄好家在买市场夜市的菜蔬水果，也是餐点3公里以内免运金，希望民众踮厝内好好防疫。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即马因为疫情继续伫咧拖，全台湾夜市仔真侪拢暂时关起来。夜市仔产业总工会也呼吁中央政府着爱放零纾困和贷款的申请资格，也着爱针对着夜市仔管委会所管理的大头仔，先汇救助金到因的口座。一担的假仔位拢包包起来，一天收入超过100万的高雄瑞丰夜市仔，传出7月底可能永远停困，疫情损断夜市仔的经济。摆摊业者表示，若实在损失了家己的店租，要是爱照纳，批评政府的纾困4点控申请限制多，而且发放的速度根本袂扶持。电话都打不进去，网络都跟不上去，那你说还要怎么重塑拿得到这些补助款？可能单电话打通就已经20了啦哈。那摊商名册的部分，我们有提报到市府跟中央，那你为什么不要用这个摊商名册来
来做补助。夜市主委表示，已经联合全台湾50多个夜市啊，12000大来人数，希望政府照列管的夜市摊商名册提供补助，再个由管委会来认定真正补助摆摊的人，也拿贷款身份的认定，业者也希望会当放量，互领无纾困的人会当先向银行加减借一寡钱。我们会要求经济部透过这联府基金会做相关的这个辅导最重要是身份的认定上，我想去年也有经验嘛，是不是来出具承诺书或同意书就可以来去从宽认定。经济部中部办公室表示，已经有请各地方政府整理全国每一个夜市甲市集列管的名册，不过纾困对象的发放顺序，也有贷款身份敢要放款来认定，要是比较中央纾困试点控来办理。记者阿敏珍、谢桂林台北报道。有香港的媒体进行报道，讲新店某一间贡丸店，因所使用的肉是有3百种的美国猪肉做的。业者听到消息了后，也出面来赔回，强调这拢是台湾猪所做的贡丸。另外，也对这个香港媒体要来提出告诉。猪肉经过机器哪搅哪糊，一粒一粒贡丸就完成啊！有香港的媒体指出，一间新店名产贡丸有使用3百种莱克多巴胺超量的美国猪肉做原料，而且搁写超标8.2倍。互店面的贡丸业者听到消息，赶紧提出证明，画冤枉。他们并没有在报道里面去明确的标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检验方法，他们送交什么样具有公信力的检验单位去得出这样的数据报告，而且完全没有向厂商再次求证。所以，对于这样的报道的正确性，它的检验的合法性，我们都提出强烈的质疑。来到厨房，猪肉厂商当来送猪肉原料过来，第一顶悬除了有写中央客务场，还有日期。大卖场内底冰箱顶悬嘛大有标示，用的是对屏东来的台湾猪肉。我们猪肉是来自屏东的畜牧场，然后经由合法的屠宰场投猪购买。购入，然后才去做使用，绝对没有混含任何的外来猪肉。贡丸业者强调，家己的贡丸原料有送公证单位做检验。面对香港媒体不实指控，会提出告诉。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伫咧初到满2冬啊，有几来台湾的民间团体和立委做伙举办台湾同行联络再现线顶记者会，呼吁台湾政府就要有声援香港的制度，也要看重香港资金背后事实上是中国伫咧做手的问题。香港青年就街头抗击中国的反送中运动，在中国迫害之下，超过10000多位的抗争者红掠，600多人红定罪。中国甚至用香港版的国安法，让真侪人正做政治犯。反送中到达已经满2冬。假如我们不用这些自由去做一些事情，能够让我们回馈到这个香港的运动，那我们的确会对身在狱中的朋友有一些亏欠，所以我们肯定要用自己在海外的身位去做这些事情，让不同的国家，让国际社会都持续的看见香港人正在为光复香港的路努力。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的领袖，嘛透过线顶呼吁台湾甲国际社会爱同齐抵抗中国。嘛有公民团体呼吁政府应该正视红色港资的问题，强化审查的规范，明定港资适用挂资规定的前提要件。我们希望可以符合切结、登记、申报3项前提要件。如果没有符合这3项前提要件的话，我们希望政府应该把这些不符合前提要件的港资直接视为中资。港文件提醒，若有港资结合中资以挂资的身份来买就市就贵股票，就有机会摕到重要的国家产业经营权，应该提防。另外，8月初1开始，香港入境条例就生效。台湾人权促进会嘛呼吁立法院应该参考声援缅甸的抗争国旗文，针对香港受入境条例做表态。参与线顶讨论的立委是表示，会推动港澳条例修法。也是马格尼茨基的法案，对违反人权做制裁。记者陈亚文、刘水采访报道。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3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